第一季講到青三類僵屍、藍色瞳孔、盤古用心血製作嘅神種族監察使者之一，與女旱把僵屍、黃色瞳孔僵屍王始祖之一，同馬靈兒身份驅魔龍族馬氏一家天師喺穿越時間線相遇相知，成為咗好姊妹三人。遇上帶住詛咒嘅僵屍始祖之一嘅後兄僵屍，展開一場解開詛咒之戰。後兄僵屍紅色瞳孔，身份僵屍王始祖之一，三姊妹合力對戰後兄僵屍王，亦都係徒勞無功，最終全體戰敗。馬靈兒輕傷青三類，重傷昏迷；女旱把重傷瀕死狀態。然而青三類重傷昏迷期間覺醒咗能力，獲得神力升級，獲得化神二狀態，又稱僵化二狀態。喺最終嘅大戰下，成功擊殺後兄僵屍。正當準備穿梭翻去嗰陣呢，卻因為時空錯亂、神力波動，被迫分散於唔同時間線嘅三人昏迷，各自穿越至近代，落入唔同地點。哎呀，慘了！該不會把咱們傳送到鳥不生蛋的鬼地方吧？我的火鍋怎麼辦？大姐、二姐，別鬆手！哎呀，真敗給你了，大姐，你這吃貨還在想着火鍋，咱們快要打包帶走了都。大姐、二姐，你們別吵了，快想想辦法。啊，這裡是哪裡？我又是誰呀？我的頭好疼呀！大姐、二姐，哇，這裡是哪裡呀？僵屍集天地元氣與歸氣而生，不老不死不滅，被三界所棄，獨於六道之外，浪跡人間，無依無靠，以怨為力，以血為食，以屠戮掩飾無盡嘅孤寂。然而邪生必有黑，亂世自有異事。畢竟驅魔龍族馬氏一門，南疆一代僵屍道長毛小芳，佢獨闖陰陽，佢以蒼生為念，佢係僵屍嘅天敵。可惜人力有盡，宿命難逃，毛道長終歸塵土。為合骨英名，千古長存。如今天下將亂未亂，戰火已喺邊疆燃起，山雨欲來，沉睡百年嘅至尊僵屍，神秘莫測嘅王者張神。時間嚟到1938年，
日本侵華時游擊隊隊長放國華同日軍少佐山本一夫喺紅溪村後山上廝殺，並兩敗俱傷，血流成河，有志僵屍王張晨出現，睇住即將死亡嘅二人，有住求生嘅慾望，正想把二人變成咗不老不死、以血為生嘅僵屍。驅魔龍族傳人馬丹娜及時出現追殺張晨，令放國華、山本一夫免被張晨所咬。其實仲有一個可怕嘅異物喺遠處目睹呢一切，佢就係青衫雷。青衫雷發現除咗自己，居然仲有僵屍王張晨。對於自己，亦都係多年不老不死，好多嘢已經麻木，人類愚蠢嘅行為、自私自利、發動戰爭等等，已經唔再為其難過同埋惋惜生命塗炭。隨住張晨嘅離開，青衫雷也亦都潛伏喺紅溪村附近隱蔽住。經此一役受傷嘅山本一夫被逼連夜折返日本，放國華亦都留喺紅溪村療養。1948年，放國華亦同阿秀亦成為夫婦，何福生亦都步入青年，18歲。但後來由於馬丹娜仍然想消滅張晨，故至紅溪村要求中國游擊隊長放國華幫忙。喺一旁嘅何福生得知情況後，亦都要求加入幫忙消滅張晨，並將淨世龍珠交俾天佑，以免被咬之後成為僵屍。青衫雷感知張晨即將再次出現紅溪村，便準備出手阻止張晨。決戰當晚，又得知馬丹娜喺兩名紅溪村村民聯手消滅張晨，以免捲入不必要嘅後續麻煩，便選擇躲藏一角，見機行事。隨即張晨出現。經過一輪搏殺糾纏，但三人合力仍不敵張晨，淨世龍珠亦被張晨裂成兩半。三人失敗後，張晨將放國華及何福生再度咬成僵屍，隨即又喺紅溪村消失。青衫雷兵立刻追上張晨，正要發現張晨期間，張晨嘅屍氣突然消失，無影無蹤。繼續尋找，亦都一無所獲。種種嘅怪事令到青衫雷發現，僵屍王張晨遠比自己諗嘅仲要神秘同特殊。隨後馬丹娜將兩半嘅淨世龍珠交俾佢哋，並講到唔想變成僵屍就將佢吞咗。淨世龍珠有壓制僵屍毒效果，成敗就睇佢倆造化。馬丹娜嘆咗一口氣，並話如果不幸變成僵屍，不但要面對自己變成不老不死嘅怪物，仲要面對馬家代代追殺。隨後三人便返到紅溪村，把放國華同何福生瞓喺床上。馬丹娜講到過幾日我會再返嚟觀察你哋情況，便離開咗。阿秀見狀亦傷心合成淚人。隔日晚上，阿秀照顧住二人突然發生異狀，身體嘅屍毒已經壓制唔到，淨世龍珠亦都吐咗出嚟。二人痛苦掙扎並打落油燈，防止漆黑一片。阿秀亦都嚇壞咗。呢個時候，張晨喺窗外注視呢一切，佢唔明白點解救咗佢哋，不但冇快樂，反而痛苦。隨後放國華於何福生屍毒要發作，快要變成僵屍，一諗到要害人吸血為生，唔想害咗阿秀同成個紅溪村村民，並對阿秀講到對唔住，係我嘅錯，請原諒我。打暈阿秀並帶住福生便離開咗村子。張晨睇住一切沉默咗一陣，拆開頭上嘅繃帶，決定踏入紅塵去了解人類嘅七情六欲，便離開咗。而喺遠處發現張晨嘅行為，青衫雷感到疑惑。呢次就冇追上張晨，而係追上即將要變僵屍嘅二人。馬丹娜聽聞之後講到，
可惜二人已不知所向。醒嚟嘅阿秀求助於馬丹娜，馬丹娜安撫完阿秀，執起地上嘅兩半淨細龍珠離開前，同阿秀講道：我會用盡一切方法幫助佢哋，並帶回你身邊。其實馬丹娜心中諗嘅只能夠消滅，只有消滅先至係對佢哋嘅最好幫助。唔想佢哋以後成為不老不死嘅怪物，危害人間。畢竟張晨唔係普通僵屍，普通僵屍估計可以用糯米嚟救治。事不願違，不但冇能夠揾到放國華同埋何復生，仲完全失去咗張晨蹤影。1998年，放國華譯名放天佑，何復生譯名放復生，二人以兄弟相稱。50年以嚟，青三類發現佢哋都未曾吸食過活人鮮血，同佢過去遇到嘅僵屍不能相提並論。不但保留智慧，仲擁有特殊能力。佢亦都冇諗過佢哋呢種僵屍生存方式咁無奈同痛苦，同自己只吸收陰陽為食截然不同。戰爭期間飲死人血，而家只能夠拜託無家傳人何應求醫院帶嚟血包為生。北上有驅魔龍族馬氏一家，南下有僵屍道長毛小芳，兩大驅魔世家之一，南無北馬。僵屍道長毛小芳嘅傳人法力驚人，對馬丹娜有一種不一樣嘅感情，受馬丹娜之託照顧住放家上下。何應求專門為鬼魂就醫，至於盛放嘅兩隻僵屍，何應求從未向馬小玲提及。緣分總係將佢哋捆綁一起，大家都喺香港生活。馬小玲開咗一間清潔公司，又名伶靈堂。放天佑當上警察，放復生醫院護士，同時係何應求得力助手。青三類喺香港偶遇邢燕嘅後代，邢燕喺酒吧中打工，於是青三類前往應徵工作。基於太耐冇踏入塵世，好多嘢錯漏百出，頻頻打壞嘢。老闆亦都冇為難，只係覺得佢身世可憐而有所包容。而張晨活得越嚟越似人。看什麼看，還不快點播放主題曲？這次由我來唱。哼，你以為我玩完啊？你在黑夜低语我名，夜太长，记忆已经断章。你用冰冷问我笑声还有我，呼吸不在心跳这一脉中，可我还记得你说的话。黑幕中谁还在幻想？别逃，我已经不再时光。高枕着在一起，别说还有别的命运，就算是终究也甘愿困住你。这世界多冷清，不如陪我沉沦到底，让永恒只剩你和我喘息。啦啦啦啦啦，指尖划过不海的爱意。你说你爱我就别走开，心早已被黑夜填满，但我愿意为你燃尽遗憾。死亡之中最深的温暖，是你身影仍让我心颤。如果痛也能算浪漫，那就陪我在墳墓裏生活。你唔係人，你係邊個？高
我唔識你，你唔好過嚟。大姐，你仲記得我嗎？我唔係你大姐，你再向前一步，唔好怪我出手。大姐，你個大蠢材，快啲俾我清醒啊！大姐，你停手，唔好再打啦！難道你真係完全唔記得我啦嗎？我係你二妹啊！我個頭好痛啊！你到底係邊個？點解我想唔起嚟啊？我又係邊個啊？说的谎，黑雾中谁还在幻想？别逃，我已经不再是过往。够将就在一起，别说还有别的命运。够将就在一起，就算是一模也该要看着你。够将就在一起，让有很多大姐，你咪走啊，返嚟啊！够将就在一起，就算离婚腐烂分离。还能在梦境中抱紧你，够将就在一起，不退不避，直到没力气，在伤口里寻找爱的痕迹。够将就在一起，就算破碎也不放弃，用最后一秒证明我们还有意义。够将就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如果够久的话，咱们就在一起。够久，啦啦啦啦啦啦啦。特別新聞報導，尋晚凌晨3點時間，香港發生連環殺人案。奇怪嘅係，所有屍體共同特徵都係乾屍，一滴血液亦都冇。根據法醫人員報告，解剖屍體過後，亦都唔明白犯人係點樣作案，究竟動機係乜嘢？警察方面亦都毫無頭緒，皆因調查未明朗，呼籲大家唔好深夜獨自出門，以免發生意外。若果有目擊者，希望能夠提高線索，而警方同時亦都聲明會全力掌罪犯緝拿歸案。方天佑，我唔理你用咩辦法，盡快俾我破案。呢次上面已經俾我好大壓力㗎啦。同時下令用2星期時間，勢必要捉到兇手歸案。咁你呢次你醒醒目目，唔好查案突然間消失，唔見蹤影。上次本來就想投訴你啦，不過算啦，我都好睇我手足嘅，唔好有下次。係嘅，劉 Sir， 我明白啦。不過呢單案件好似有啲棘手咯。咁奇怪，呢具屍體樣好似臨死之前俾人嚇到癲咁，不過全身血液完全被抽乾，卻一條傷口都冇。如果係僵屍落手，最少都會留低2個牙窿。呢件事一定有古怪。打俾球叔問下先。喂，球叔，最近成日發生啲命案啊，好離奇又古怪啊！啲屍體個樣好似臨死之前俾人嚇到癲咁，仲要全身啲血液全部都俾人抽乾晒。呢件事啊，我知道，我啱啱都諗住打俾你，我會申請將屍體送去我嗰邊做解剖，你自己要留意，唔好貿然行動，唔好以身犯險。我懷疑可能係某啲未知嘅嘢做嘅。等我查清楚先有結果，再同你講。
學檢驗過屍體，發現佢根本冇任何物理攻擊嘅痕跡，即係話唔係刀，唔係槍，亦唔似一般傷害致死。仲奇怪嘅係，全身啲血液都俾人抽乾晒，但係屍體表面完全揾唔到針窿，亦冇任何工具抽血嘅跡象。講真，呢件事根本冇法用常理解釋。你估會唔會係僵屍做啊啦？你自己都係僵屍，咁你估有冇辦法不咬嘅情況之下都能吸到血啊？如果真係僵屍落手，屍體點都會留低2個牙窿，但係呢具屍體連半點咬痕都冇，所以我懷疑背後呢另有其因。福生，你先執好呢度啲嘢，跟住搭的士返我屋企，幫我執埋鋪頭。今日唔醫病鬼啦。哈，又係我好似打工仔咁，做完又做，仲要自費搭的士返去添，冇料啩？求叔，你做老闆做成咁都得㗎？細路仔咪喺嗰度多多聲叫你做啊，就照做啦。你以為依家係玩啊？件事關人命，唔容你發嘢。乖乖聽話，執好嘢就返去關鋪，唔好再囉嗦。記住，夜晚唔好亂走，留喺屋企等我哋返去，聽到未？唔係啊，話你有老人痴呆啊？你唔記得咩？我年紀仲大過你啊！係啦，老人精得啦，滿意未？仲唔快啲去做嘢？再嘈再唔走，係唔係要試試我嘅寒冰符啊？好啦，冷靜啲，有事好商量，我走就係啦，哈。眼清醒时总不懂感性，迷了路才开始渴望爱情，梦里遇见你一身光影，我却不敢靠近。喂，小玲，最近有個案子，你要唔要接？8成係靈異嘅，咁就正合你生意啦。興趣就免啦，講錢先啦。哎呀，你呢個衰妹，唔好成日快腦都係錢，等你查完再講啊。呢單案唔簡單噶，你都聽講過吧？香港最近連環殺人案，死者全身血被抽乾，臉上嚇到扭曲，仲有啊，3魂7魄都唔見咗。呢種手法我敢打賭唔係人做嘅。全身血冇咗都唔留傷口，仲連魂魄都冇。照你咁講，應該都唔係普通僵屍啦。張神嗰邊我唔敢講，但係一般僵屍吸血只係求生，未聽過有能力隔空抽血再吞魂魄。就係咯，所以我懷疑係僵屍以外嘅嘢，你去查下啦。我介紹個差佬俾你一齊跟，安全啲。差佬咪玩啦，到時救人定捉鬼先啦。左手左腳就大鑊啦，出事嗰陣都唔知道醫到頭定係醫條腳啊！哼，你唔好小睇佢，呢個警察唔簡單，話唔定仲保到你條命添。咁樣啦，我去聯絡下佢，搞掂咗再通知你。記住，搜證辟邪係我哋嘅責任。
啱我喺解剖室用八卦鏡照過，結果成條鹹魚黑晒。呢單嘢唔對路啊！我已經安排咗人去幫你，你記住有乜發現都唔好衝動。呢隻怪物，我懷疑係變種僵屍，危險非常，你要小心啲，聽到冇？等搞掂咗，你就詳細同我交代。我而家喺一間偏僻嘅廢棄神廟啦，呢度陰氣同屍氣好重啦。我搞掂咗再同你慢慢講。哇！成個天烏雲密密麻麻，陰氣又重到爆，啲鬼氣濃到好似開咗冷氣機咁。人呢？唔係話有個差佬嚟幫手嘅咩？點解一個影都冇見？喂，唔通又甩咗底？算啦算啦，我都唔指望啲阿 Sir 有用。呢度陰氣咁勁，肯定有古怪。等陣真係有嘢彈出嚟，到底我要先救人定係先捉鬼呢？唉，做人天師真係慘，人工低，風險高，仲要隨時變咗義工。呢位靚女，你走嚟呢度做乜嘢？唔好話俾我知你係嚟拍靈異節目啊！哎呀，我丟！係死差佬，你係咪想嚇死我？你唔好鬼咁無聲無氣走出嚟，當自己真係鬼咩？啱啱仲喺度諗緊要先救人定係先捉鬼，點知你呢隻嘢先彈咗出嚟，咁點啊？定係想做英雄救美啊？哇！屍氣好重好臭啊，頂唔順啊！先撤退先啦，我啲法器仲喺出邊工具箱度，冇帶齊裝備，點同佢玩啊？等我攞翻啲 gear 先，再入嚟對付都未遲啦。嗱，把炮妹呢樣仲唔係你成日口口聲聲要揾嘅嘢？驅魔對你嚟講咪就係食菜咁簡單咯？點解啱啱仲行到咁快？係唔係又想縮沙啊？哇！死差佬，你張口真係多到煩死人啦！同你講句實話啦，而家你個口臭程度完全唔輸入面嗰隻嘢啊！唔知嘅話，我仲以為你先係真兇添。乜嘢呢隻嗰隻？你驚就快啲走啦！呢度我會搞掂佢。哦，本事唔多，口氣又大又臭，到時你死咗，我 can't confirm 你做硬僵屍，唔係浪費你條命就浪費你個田庫。要唔係你拉住我做一拳打爆佢嘅門牙，唔使等你多次。一拳，你舉條手臂就似搬運貨車咁，實際做事有得幾多？講嘢就大聲，做到幾成？你又係啦，成日計住幾多銀兩，唔係講錢就唔做，到時見到真嘢，怕到走晒雞腳。講錢又點？起碼我識算數，唔似有人淨係識用氣勢嚇人。話晒你係差佬，唔好以為有幾個徽章就可以。你就係識做戲，等陣有嘢，你唔好喊住話我冇提醒。到時我喊，你記得接電話先，唔好做甩你嘅英雄。仲有你講打爆門牙嗰招，先練好你口臭嗰招。我驚屆時連鬼都畏縮唔敢出嚟。收皮啦，你講多無謂，入去撳下先，睇下邊個先嗌得出聲。好啊好啊，英雄請自便，記住。唔好俾我掃興，我仲有宵夜 unpaid leave 要爭取假噃。喂，求叔，入邊嗰樣嘢唔係普通嘅鬼怪，屍氣重到離譜。聽你講可以吸走魂魄嘅話，咁樣絕對唔係一般嘅僵屍可以相比。表面睇落又同普通僵屍冇兩樣，但係唯一合理嘅解釋就係變種僵屍。要對付呢一隻嘢，我仲可以應付。價錢方面，我俾你優惠5折，即係88000，一次過搞掂，點樣？我淨係出得3萬蚊，唔包車馬費，其他嗰啲法術同道具費你自己出。要唔係就等我親自出山解決，自己衡量清楚。記住，仲有個差佬會幫手噶。得啦得啦，你呢個孤寒鬼，哼！臭差佬，你驚就留喺出邊等我，唔驚就跟喺我背後。呢啲嘢唔會有人笑你，淨係得我先有資格笑你啫。我會驚，我由細嚇大嘅。入邊嗰碟餸咁啱你口味，盡管食，唔使同我客氣。我唔會同你爭，記得留翻成具屍體俾我，我仲要交差。
哇，唔好話係你碟餸啊，差啲你都做咗呢隻嘢嘅白飯。定身咒。龍神敕令，火神祝融借法誅邪。搞掂收工，呢條化咗灰嘅鹹魚就留俾你拎返去交差啦。犀利啊，犀利啊！不愧係驅魔龍族馬家嘅傳人，打到化晒灰，我點樣攞返去交差啊？呢個問題你自己慢慢諗啦，我就返屋企收錢瞓覺啦。就係咁，拜。報告要點寫啊？最衰都係嗰個巫婆人燒到化晒灰嘅，搞到我頭都大埋。入嚟啦！就咁睇，呢種僵屍應該屬於低級，不過佢竟然可以吸魂魄嚟做能量。的確幾特別。你哋作戰期間，我都揾過唔少書，書入邊有記載過一種僵屍係由瘟疫演變出嚟噶。佢哋一樣唔屬於六道眾生，要消滅佢哋其實就好容易。不過書上面記錄嘅只係普通嘅低級變種僵屍，如果好似將神嗰級數，甚至接近嗰啲，就完全唔可以相提並論。當年連丹拿姑婆都對付唔到僵屍王將神，我嘅法力點及得上姑婆？求叔，你話如果我真係撞到將神，我又點會有把握啊？平時叫你多啲修行，你又唔聽。如果咁啱得咁蹊，真係屎撞棍，真係遇到將神，我都唔知你仲有冇本事全身而退啊！得啦得啦，差事做完啦，錢又袋咗，咁我走先啦。求叔，拜拜啦喂。出嚟啦！你都聽咗咁耐，唔好再偷偷摸摸偷聽我哋講嘢啦。啱啱嗰位咁靚嘅姑娘就係丹娜姐嘅侄孫女。哇，幾時介紹俾我識啊？識你個頭！啱啱你都聽到啦。小玲而家根本冇辦法消滅將神，你哋兩兄弟諗住死都難啊！如果再遇到將神，我就同佢同歸於盡，唔係佢死就係我亡。無論點樣，對我哋嚟講都係解脫。自從你哋兩兄弟搬埋嚟住，我真係有時都想同你哋同歸於盡。成日唔做家務，飲完血包到處亂拋，真係搞到我想死。哈哈哈！求叔你唔好講笑啦，唔係冇打理衛生，係每次要收拾嗰陣，大佬又已經收咗啦，你遲咗睇唔到啫。你呢個死仔包，今日就同你玩個同歸於盡，上達九天，下通地府，扶到靈來，敕令唔好，我而家就執，我而家就去執。多2日，你同你大佬搬去嘉嘉大廈啦。嗰邊業主我已經講掂，租金嗰啲你哋自己搞掂，衛生就你哋兩兄弟自己商量定好。求叔你唔會咁小氣啊嘛！我呢邊房間要做實驗室同修煉法力室，啱啱你都聽到小玲點講。如果冇準備，以後一旦遇到強敵點算？就係咁決定啦。天佑都同意，你每日都要過嚟我度做嘢，交流完畢。求叔唔好啊！
冇得商量咩？我做家務咪得咯。求叔、求叔、求哥、求爺、求爺，你聽到未？咦，伙計呢吧？有啲意思喎，不如落車入去飲返杯先。咦，原來係三妹嘅轉世啊！我終於等到你出現啦。咩係食唔食啊？ Hello，歡迎光臨啊，三妹。啊，唔係，小姐，你係自己一個嚟㗎？嚟，坐呢邊啊。Hello，你好啊。咩叫食唔食啊？呢度有咩食㗎？點解冇餐牌嘅？等陣先。啱啱你叫我咩啊？你好啊，我叫千妮，呢度嘅侍應。啱啱我係話，靚女，你一個人嚟咩？只要你想食，呢度有位小靚仔師兄可以幫你煮一餐令你滿意嘅晚餐㗎。不過冇 menu 點菜，全靠佢想煮咩，你就食咩啦，哈哈。哦，OK，咁就整一份俾我啦。不過呢位小姐姐俾我嘅感覺有種似曾相識嘅感覺。哈哈，差點露餡我都。呢杯酒送俾你飲，當係第一次見面嘅見面禮啦。多謝晒。你好似有啲心事喎，係咪啊？我呢度個鋪頭名就叫 Forget It Bar， 好多客人都係上嚟飲返杯，咩心事煩惱都可以暫時忘記。其實呢間酒吧前身都係酒吧，叫 Waiting Bar。傳聞以前個老闆娘就係白蛇傳入面嘅白素素。可能真係㗎，都唔出奇。呢個世界真係太多未知啊！老闆娘，你有冇聽過僵屍啊？哦，照你咁講，你係驅魔師嚟嘅。冇錯，我係驅魔龍族馬家嘅傳人，嚟到我呢一代已經係第40代。馬家世世代代都以守正辟邪為己任，啲妖魔鬼怪我仲應付到，但係唯獨係我姑婆講過嘅僵屍王將神，連佢老人家咁高嘅靈力都冇辦法對付得到，仲話當年同佢聯手去對付將神嘅，仲有2個人俾將神咬咗，我姑婆都搞唔掂，我就更加冇可能啦。到依家為止，我都仲未真正遇過將神或者佢嘅下一代。不過今日總算遇到咗一隻僵屍，啲能力普通啫，仲可以對付。但係以後再遇到嘅話，就真係唔敢包輕鬆啦。咁樣睇嚟，都仲算你未遇過，實在係幸運嘅事嚟啦。小姐，請埋門啦。好啊，多謝晒，唔使叫咁生疏，叫我小玲就得啦。咁小玲，你先慢慢食啦，用餐愉快。係啊，有咩唔啱口就同我講，唔收加錢幫你弄第二味。咁就好啦，希望唔好整到我食到懷疑人生啊，哈哈。原來只要共你活一天，來得我識我心我知我知，原來只要共你活一天，原來只要相信片刻，原來給我生我識我知我每一天。點啊？滿意唔滿意啊？估唔到呢間名咁古怪嘅小食部，原來都有啲獨特之處喎，味道唔錯啊！咁呢位靚仔，你叫咩名啊？我叫馬小玲，叫我小玲就得啦。哇，名就唔算特別啦，叫型男。聽落幾有氣勢喎，好似行雷閃電咁霸氣。咁梗係啦，我老豆改名嗰陣就話，希望我大個做人好似風一樣，自由又似男咁有氣勢。點知到而家，自由就算啦，氣勢就淨係用嚟端碟。咁都幾貼切啊，起碼端得穩，唔會風一吹就跌啦。哎呀，你仲好意思講啊，型男，啱啱先打返碗湯，成張台都落晒雨咁。喂，清理呢啲黑歷史唔使拎出嚟講啩。好啦，原來你唔止似男，仲似水災啊！
计就是这里，就怕里面的是不是大姐而已。这佛像怎么那么奇怪？屋内有人，谁在那里？喂，你嚇親我啊！一個人跑嚟呢度想做乜嘢啊？我才被你嚇到呢！你是誰呀？幹嘛三更半夜在這裡吃東西，而且還是吃着貢品？我也是醉了。哎，這特徵不就是傻大姐嗎？終於找到你了，我的傻大姐。我都唔知我係邊個啊！我喺度醒咗，見到啲包就食咯，應該冇問題啩？都係齋包嘛。誒，你講緊咩語言啊？普通話？喂，呢度係香港喎，冇理由唔識講廣東話啩？我識啲啲，一啲啲。咁你講句我好掛住你嚟聽下。我好掛住你。係啊，咁肉麻嘅，我哋識咗幾分鐘咋，唔好咁快發展啦。果然仲係原嚟嗰個你。吓，咩嘢啊？我叫殷紅，唔係原嚟嗰個你啊。殷紅，我而家係叫青莉，係你嘅二妹啊。哎呀，你喺度偷食貢品啊？你識唔識死字點寫啊？唔識啊，不過我識食字，又點啊？我都唔係人。我係咪人？哈哈哈，你梗係唔係人啦，你係一隻僵屍，同時又係食貨，又係我哋大姐。大姐，我幾時有收過靚啊？咪住先，你啱啱話我哋，意思係仲有幾個，定係想呃我寄手上啲包啊？我係真係服咗，邊個要食你啲包啊？傻大姐，我諗你梗係穿梭機時候跌親個腦啊！睇嚟係失咗憶，我哋仲有一個三妹啊，只係目前仲未時候相認。哎呀，你好煩啊！我都話咗唔係你哋大姐，你係咪秘密特工，定係食環署派嚟捉我噶？大姐，你咪走啊，返嚟啊！你唔係人，你係邊個？我唔識你，你咪過嚟。大姐，冷靜，我唔係嚟傷害你噶。我唔係你大姐，你再行前一步，唔好怪我出手。哇，那麼久沒見，大姐的實力進步得很多。大姐你個大肚，快啲俾我清醒啊！我個頭好痛啊！你到底係邊個？點解我想唔起嚟？啊，我又係邊個啊？糟了，這就是畫畫神二狀態。這種情況好像是失控了。大姐，停手啦好嗎？難道你真係忘記咗我啦哇？我係你嘅二妹啊！二妹？飛天小貓片尾曲亦交俾我吧，趁住大姐唔喺呢，雖然佢又喺一邊啦啦啦乜嘢噶。咁樣本嚟係俾邊個唱噶？唔會係大姐吧？好嘢，哈哈，又可以唱多一首啦。你在黑夜给予我谜语。
在记忆中构讲，就在一起，不退不避，直到没力气，在伤口里寻找爱的痕迹，构讲就在一起，就算破碎也不放弃，用最后一秒证明我们还有意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影子拉长，踩碎了希望，眼神交错，像刀锋在游荡。你说爱是赌，我早已中伤。这场游戏，谁先投降？心跳在鼓声里颤抖，黑夜吞没所有出口，我们困在谎言的尽头，连呼吸都像是最后。别说对不起，痛一起，刻在骨里，我们的名字写在这片废墟，风一吹就散去。构讲就在一起，不退不避，直到没力气，在伤口里寻找爱的痕迹，构讲就在一起。